些没有过了言散。真儿啊，你可要好好记住这话。对，不会的。哦，这是大哥的故事吼，今年是属于代志。所以各位姐妹，你也是哦，都前前过只，你过来台湾开好报纸，你我食偌辛苦，大家有时大人啊，大家有家庭啊，是大人来交咱离开伊，我唔通。你看咱大哥迄阵20岁来过节，20岁左右啊，过来台。伊来遮排骨力担嘛无法度，因为迄阵咱拢讲外省人啊，拢做排斥的，真正嘛无得咧，嘛想要转去咧。去码头去坐船，讲陆陆风云变色，袂说几多变出来哪办？伊讲贵个啦，袂贵啦，我老母主意。如果你也是要留我伫台湾，我在台湾种植物，你留我遮，你赶紧困啊，挂鬼，真正多啊挂鬼啊！你讲安尼好，老好，我一届转来，随时在哪，我转来台湾。所以因为安尼，我转去台湾一座个我转去一座呢，拢无在啥，中国大陆轮下嘛，就拢无在。我来咱台湾，我是家己。所以各位一个片，咱捌去看个啦吼，伊规个去讲，出殡去讲5万几个人去啊啥，要啥总统，迄阵陈水扁总统嘛，所以伊嘛去啊啥，嘛引起我大家都去啊啥，各位一个人生变得是啥物？就是个死人拢无见伊死了，搁全部伊我钱，个人包包为啥有钱嘛？到尾报是出来无？是甲面个有一百是甲到500。即个困得尔，是做伙仔，你看我到阵仔遮辛苦。咱何老姐人呢？咱慢慢听出来，我来讲一下。听讲迄阵有几个路会100啦，100个去一个班。啥物路会77、49工你一个班不敢出去就是拢伫顶。你家伫遐伫遐过，伫遐留伫遐过。讲可能走袂入，走出去。我走到尾剩72个人对啦。72个代表着啥？72现金。安尼啊。即摆事准大家法官，紧个，你要去倒个，法官，听讲迄阵要出来啦，讲有一个金啦，这金就来做人公务员。咱何老先生就摕迄条啥金条，要倒来无？计讲准备要出国啦，你过来台湾嘛？伊毋敢转去，各位先生，讲迄天我过年，何老先生因兜是做送的，送到无人食，迄个啥，我话伫厝，囝伫厝，是大人伫厝，伊毋敢转去，各位先生，是咱毋敢转去，伊讲伊转去会对天人师。伊讲伊转去，看是讲大家拢有啥，有大人去食，有好料的人去食，我兜拢有，人拢会当过年，我兜拢会当过年，是看着这个政府啥起码摕去卖啦，起码摕去卖，伊就无法度出来啦，开拢无钱，所以伊毋敢转去，就当无钱，不老钱讲，我来因兜困，安尼呢，无钱讲你转去啊，袂使，我转去一定是应该袂袂标，我袂甲对不起啦，平均水准，讲去5千块，到8千年，8千年了，加到我迄饼过来台湾，迄个是1亿块呢，过来嘛是哪？伊咱大家，迄阵就拢迄个毋知要去倒啊，嘛无啥物钱啊，讲剩一寡钱济，一家人家，搁看着红迄个啥，几怀疑啊，是讲规红都怀疑啊，家己怀疑啊，我遮好地方，伊讲我伫咱遮开始，做起个人叫做啥，大，大师，开始开始教，所以我迄阵伊嘛跟你来到一间，上啥，上迄道的人，听到迄个啥，公庙里爱输了，即摆到输了开始，要转来，看袂当转来，中国危险了。我从无钱，我到天里拼去香港，去到香港里遐就得到好啊，好啊，而且
阵你讲30几单，我也是无机会咧。莫讲迄阵啊，就即个时阵，咱老婆也咱无机会哩。啊，过一个关了，台湾的做啥物啊？台湾的啊，基本关啊，伊业意义就是咱摕人家的做事。哦，啊，伊是成80几公斤，三到40几公斤的，大个。哦，另外4个啥，1万的比赛。啊，袂使免啦，较紧球人搁出边，伊个等球。讲一个人要挂多少，回个啥，岁